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。今日係5月16號，咁將會有兩場精選貼士介紹翻俾大家嘅。咁會跑聽日5月17號沙田私家山跑道嘅。好，首先我哋回顧翻上次俾嘅貼士先啦。首先第4場係3號、1號、10號、7號、2號，咁結果係4號、10號、11號、8號。好，另外一場第8場，我哋俾嘅貼士係2號、10號、11號、6號、4號，咁結果跑出嚟係11號、1號、2號、8號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好，今次精選兩場賽事分別係第4場嘅4班1200米，咁我哋先睇下步速先啦。第4場呢場1200米賽事呢，估計步速呢唔會太快嘅啫。咁首先放頭嘅馬應該會係星光大道啦，可以跟得前嘅馬小魔怪就睇下 cut 唔 cut 到入嚟啦。另外大勇勝嘅前速跑法都未固定嘅，咁所以放頭嘅馬唔係太多，估計呢場步速係偏慢嘅。好，我哋揀馬。首先第一隻馬揀翻4號嘅星光大道，咁上仗呢都係配阿袁幸堯減10磅嚟跑嘅。上次同程跑第3，咁做嘅時間1分08秒83，比起同日嘅3班冠軍增強呢仲快0.01秒喎。咁時間係做得唔錯噶，馬3歲亦都有進步啊！呢場好跑噶，得佢一隻放頭，一定要嘅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8號你知我寶，3歲馬跑過2仗，咁睇晨操呢，佢狀態開始有起色噶啦。報文要做125磅都唔放手，繼續騎佢，應該有計噶。第3隻馬要揀嘅就係10號天天更好。上次轉彎4踏大蝕位嘅情況下呢，佢都可以入到 Q 嘅。咁今次形勢排翻個7檔，如果冇咁蝕形勢嘅話，佢有權可以一個掃晒噶。第4隻要揀嘅馬係11號小魔怪。佢連續3仗已經有獎金收嘅咯，咁連場都係抽外檔啦，好唔好彩嘅隻馬。咁但係佢都會跑近，仲未交代嘅馬，咁估計佢都應該會繼續搏嘅。第5隻馬要揀嘅馬就係和道鋒，初出2仗呢有1 win 1 pay 嘅，但係呢場有啲擔心就係3歲仔要孭翻個135磅啦。咁啊，方家柏都刻意俾佢休息咗2個月，等佢有翻啲新鮮感。咁呢隻馬作為配腳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，第4場嘅貼士係4號星光大道、8號你知我寶、10號天天更好、11號小魔怪同埋1號嘅和道鋒。好，第2場精選貼士係第9場4班1400米。好，咁我哋先睇下步速會如何先啦。咁呢場會放嘅馬估計就係雄才啦，可以跟得前嘅應該就係龍城強將。咁百勝威龍夠唔夠前速 cut 埋嚟，就要睇翻臨場狀況啦。遨遊波士試過至中，亦試過追，咁跑法係未明嘅。咁所以我估計呢場步速都會係正常啦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首先第一隻會揀嘅馬係7號嘅雄才。雄才呢隻馬上次快放翻嚟，亦都可以 win 到嘅。咁今次跑翻3檔啦，雖然加咗10分啫，但係2檔配班得禮仍然好跑嘅。第2隻要揀嘅馬就係11號步逐高手。上次跑第4翻嚟嘅，咁佢跑完4班第一次跑完4班之後，適應咗個步速，今次都有權一爭噶。第3隻要揀嘅馬係12號星光快驅，今次排咗1檔喎，咁佢係未交代嘅馬嚟噶啦。今季都有連場都有追勢噶啦，繼續用翻面箍上名，上次跑到第3，
咁呢隻要埋㗎。跟住第四隻馬要揀嘅就係4號龍城強將。今季同程有1 win 2 Q， 咁有啲前速嘅馬，如果跟到前守到2搭好位，呢場都要繼續要返佢嘅。第五隻要揀嘅馬就係1號時時開心。初次落4班啦，咁佢初次有啲配備嘅變動啦，落班即刻初榜嚟，咁會有啲變數，分分鐘有權變身嘅。好，咁我哋重複翻一次，第9場要揀嘅馬係7號雄才、11號部族高手、12號星光快驅、4號龍城強將同埋1號嘅時時開心。好，今日要講嘅馬就係咁多，咁鍾意睇嘅朋友麻煩 share、subscribe 同埋俾個 like，多謝晒，拜拜。